係各位朋友，咁就講一講香港啊，而家即係都要跟國家做呢個5年規劃啦嚇。咁究竟應該點樣做咧嚇？即係可以大家傾一傾啊。咁大家即係都知道咧，香港其實係奉行自由經濟啊，即係自由經濟。咁就以前就冇規劃，所以一路就咁樣發展落嚟，我哋自然咧就打造成一個即係方便做生意啊、做金融嘅平台。咁啲 demand 啊、啲錢啊、資金啊咁啊自由入嚟啦，自由出去啦嚇。咁而家要做5年規劃嚇，咁即係要留意啲乜嘢咧嚇？咁首先咧，中國嘅發展咧其實係一路有5年規劃，而且因為呢個規劃咧，所以就發展得唔錯嘅。因為你喺規劃入邊咧，其實有啲係約束性嘅指標嘅，譬如你話 GDP 5年之內平均要幾多嚇，失業率要幾多，咁呢啲大部分都達標嘅。即係只要你寫得出嚟，咁就所有資源去嗰度啦，咁大家去共同努力，咁達到標嘅。咁所以國家喺過去咁多年嘅發展咧，都係平穩同埋一個高增長嘅情況之下發展嘅。咁喺香港，如果你要做5年規劃，要留意幾樣嘢啦嚇。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唔可以好似國家個5年規劃咁樣有一啲約束性嘅指標啊，即係你唔可以話 GDP 要達幾多，失業率要達幾多嚇。咁點解唔可以有呢啲約束性指標咧？即係第一，最重要嘅 GDP 增長咧，我哋唔高嘅，即係因為香港成熟經濟體，我哋唔會話好似有5啊、6啊以上。如果你話高，我哋有達7、達8，咁呢個目標，咁我哋要寫出嚟啦嚇。咁但係如果香港已經係去咗成熟經濟體，我哋經濟有2啊、3啊已經唔錯，咁你唔需要寫出嚟啦。即係唔會話我哋5年目標就係2%，因為2%唔係一個高嘅數目，咁你做一個目標都冇乜意思。如果你話寫到5%或者6%，亦都冇乜意思嘅，因為基本上達唔到嘅。原因就係成熟經濟體係冇可能達到咁高嘅。你可以用嘅效率咧，其實已經用完㗎啦。你就算可能係投資，跟住可能有一年有3、4，咁但係都唔會年有4啊5咁嘅以上。所以第一，約束性指標有啲，因為有啲指標係唔可以好似國家以前即係咁高嘅5啊，GDP 增長6啊咁樣。而家係我哋平均係2，咁亦都係一個常態嚟嘅。所以 GDP 增長去推嘅 GDP 增長咧，亦都唔係話15，即係香港要做5年規劃嗰個目標啊。而且咧，有啲硬指標你係需要國家推動國營企業資源配合。咁由於香港係私人市場主導啊，而私人市場背後嘅資金亦都唔一定係一啲華資啊或者華人咁樣，咁所以就好難話我哋有目標，大家去衝刺啦，大家去向呢個目標進發，一定要增長到幾多%啊？即係呢個就難嘅，因為擁有大部分資源係私人企業啊，私人企業係未必一定要即係去會睇賺錢，即係如果你國家呢個方向賺錢咧，咁私人企業咪投入咯。咁如果係唔賺錢，私人企業就難咗，就唔會投入。咁所以最難就係你點樣令到私人企業導向呢一個即係國家要發展嘅方向。咁所以我哋有個指標咧，就未必可以係一個約束性嘅指標啊。你可以係方向性，可以係一啲即係從0到有，即係從0到1呢個指標性。譬如我哋以前唔係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咁如果你係定咗呢個指標嘅話咧，咁我哋到5年之後咧，你要同我講究竟你做啲咩出嚟喎嚇？即係唔一定話有十個產業園或者咩，即係唔一定有數字嘅指標，但係你要同我講你呢個方向係咪走得對，同埋你要有一啲可以打到出嚟嚇。咁所以喺呢個5年規劃咧，就同國內會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唔可以會有一個約束性嘅指標啊。咁要睇翻譬如大家一定要國家配合國家15個規個對香港嘅定位，譬如要香港做一個即係譬如鞏固金融中心地位。嗱呢一句咧，鞏固金融中心地位，鞏固。咁因為香港而家其實已經係喺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咧，其實已經係好高㗎啦嘛，即係已經排第3㗎啦，大部分時間排第3。咁所以如果你係要配合國家呢個鞏固金融中心地位，咁即係其實有指標嘅，即係話咧，你唔好喺而家排第3呢個位咧跌落去嘅，跌落去4、5咁樣嘅嚇。即係你起碼你排第3，或者係再向上挑戰倫敦、挑戰紐約。咁所以如果國家有呢一句咧，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咧，
喺我哋15指標入邊咧，就喺金融中心排名咧就唔可以排得低過而家。如果我哋而家唔係好高，而家排第10，咁你話排到第3咁上去，咁就即係有個目標啦。但係如果我哋排到第3，而且你話超越紐約倫敦亦都唔係容易。咁我哋只要鞏固，只要維持到而家呢個情況已經唔錯㗎啦嚇，即係唔好俾下邊嗰啲追上嚟。咁所以可能做多呢啲嘢，你點樣可以維持到呢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嚇？發展多啲產品啦嚇，開拓多啲市場咁樣啊。咁另外要留意咧就係國家15咧，佢就會比較同政府嗰屆咧嗰5年咧就會比較有個即係會有個重疊比較多少少。但係香港咧，我哋嘅因為97年回歸啊，咁所以我哋嘅政府係7272咁樣。咁即係今屆政府咧係由2022到2027。咁但係5年規劃咧其實係譬如6到0，佢今次係2026到即係2030啦。咁如果我哋今次喺今屆特首任期之內 plan 咗呢個5年規劃，係 plan 到2030嘅，咁下一屆特首可以操作嘅空間就唔多㗎啦嚇，因為有一大部分香港政策咧已經係上一屆特首已經 plan 到2030年㗎啦嚇。咁當然即使係佢冇 plan，咁就算下一屆特首佢都要跟翻國家15㗎嘛。大方向係唔會變，咁可能係一啲細微嘅一啲政策，可能今屆嘅特首可能要再計劃埋㗎啦。咁下一屆特首可以做嘅政策就唔係好多，所以喺香港嚟講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嗰個政府個任期咧，同5年規劃任期係有一啲重疊嘅，即係唔係話全部係一致嘅。咁有一部分係跨越咗下一屆，咁呢個點樣處理咧？即係下一屆特首有冇機會，有冇可能調整翻上一屆特首即係做出嚟嘅5年規劃咧？咁呢個都要傾嘅。咁另外就係最重要嘅咧，我覺得就係而家其實有兩派人嘅嚇，有一派就覺得即係我哋奉行自由經濟主義，即係以前都冇呢規劃，咁香港都發展到好地，咁會唔會因為規劃咧就唔得咧嚇？即係比較信奉香港以前即係自由主義嗰批咧，就未必會覺得5年規劃係可以幫到啲乜嘢㗎。咁當然另一派就係支持國家對香港做一個5年規劃。你睇下國家都做得咁好啦，香港可以跟住做得更加好啦。咁其實呢兩派咧，我個人嚟講咧，就都係冇矛盾嘅。其實可以兩個融合嘅。點樣融合咧？因為你信奉自由市場嗰派咧，或者信奉自由市場，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得嘅。唔係完全啱嘅，點解咧？因為呢個世界上有呢個 market failure， 即係市場失敗。即係如果你等市場私人去做呢樣嘢咧，就永遠都出唔到嚟嘅。譬如咩咧？俾個例子啦，譬如國際學校。咁國際學校咧，就如果你係揾私人去投資國際學校，咁佢會諗啲咩咧？我會諗下有冇足夠嘅一個外國人喺度。咁當然而家香港有啦，但係簡直一個新嘅城市。完全係冇外國人嘅，咁你叫人嚟投資國際學校，咁佢計一計有冇外國人嚟嘅喎？喺一個新嘅城市有冇外國人嚟？咁佢可能如果冇，咪唔投資咯。調翻轉啦，如果有個外國人想嚟呢個新城市，咁佢要帶埋啲仔女嚟，咁佢要睇一睇有冇國際學校嘅喎。咁原來冇嘅喎，原來冇咪唔嚟咯。咁你唔嚟我咪唔起咯，你唔起我又唔嚟，咁變咗冇咯。原本應該發展國際學校嘅事情咧，就變咗冇啦，因為政府冇干預啊嘛，政府冇插手啊嘛。咁你由私人市場去做咧，呢樣嘢就出唔到嚟嘅咯喎。咁即係有雞先有雞蛋先啦。如果雞又唔肯嚟，蛋又唔肯嚟，咁所以咪政府出手咯。咁所以5年規劃其實香港唔係一定唔可以做規劃，因為規劃政府即使係唔足夠資源嚇，你唔可以全部政府揼錢噶嘛。但係政府有政策噶嘛，你可以低稅可以乜嘢？只要你個政策補助，譬如你話，如果你冇國際學校，咁我咪資助你咯。開始頭5年唔使你交稅咯。即係總之有政策補助，咁啊先生咗個雞或者先生隻蛋先。有雞咧就唔自然有蛋，有蛋自然有雞嚇。咁但係如果你政府唔插手咧，雞又冇蛋又冇嚇。咁所以我哋話，我哋香港做規劃唔係一定係，即係有啲人覺得係十惡不赦嘅嚇，即係唔一定係咁樣，因為好多嘢咧。香港以前係冇方向嘅，咁但係都好彩發展得好好啊！咁所以我哋既然同國家融合咗，
亦都我哋嘅任務就要幫國家做一啲可能國家冇一個即係優勢做嘅嘢，譬如國家去未必可以吸引到好似香港咁樣咁方便吸引到國際人才嚟，人才自由進出資金自由進出，呢啲國家咧，佢因為國家安全嘅考慮咧，未必可以做到好似香港咁開放，同埋稅制咧，香港低稅啦，所以香港係有啲嘢可以幫國家做。咁如果講15係有一啲咁嘅方向咁樣做科技啊，或者啲咩計劃咧，香港係呢度係可以做一啲嘢嘅，譬如做國際創新金融，即係創新科技中心咁樣啦。咁雖然呢啲唔一定我哋嘅強項，第一佢唔一定我哋嘅強項，即係做科技；第二亦都唔一定係賺到錢嘅，因為而家暫時都唔知嘅。咁但係你知道國家規劃咧，佢好多時唔係以每一年去賺唔賺到錢，或者呢個產業賺唔賺到錢，或者呢個 GDP 會增長幾多去做一個規劃嘅。咁但係我哋要幫國家做一啲即係去平時佢未必好咁有優勢做嘅嘢。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可以當嘅任務啦。咁賺唔賺到錢呢樣嘢咧，就係要睇你只要將個平台搭上嚟讓個私人機構可以參與而賺到錢咧，咁就得啦。咁正如頭先個國際學校嘅例子，只要政府有啲政策先鋪咗路先，然後以前真係賺唔到錢嘅做國際學校，因為冇人嚟。而家原來政府鋪咗路啦，可以頭嗰幾年都可以賺到錢咁咪會有私人企業嚟咯咁所以喺香港規劃15嗰陣時咧，最重要咧就係要睇下市場上邊有一啲咩係 market failure， 有啲咩市場失敗，你讓私人企業去做唔到，譬如話你發展北部都會區，咁如果政府乜都唔做嘅，咁私人企業一定唔會入去，因為你嗰度唔係佢平時嗰個模式去起樓賺錢啊嘛，你要整啲科學園、科技園，要起啲科技園之後嚟租翻啲科技公司收翻租翻嚟，咁呢個唔係香港地產商不嬲做開嘅嘢嚟嘅，即係如果你唔係有啲補貼啊、啲政策，基本上佢又唔會入去嘅。即係如果政府唔肯做一啲政策出嚟咧，你由得市場上面去發展北部都會區，你係發展唔到嘅。咁所以政府喺呢個15規劃，其實最重要就係咩咧？就係睇下國家有啲咩需要，然後點解私人企業唔肯去配合，然後喺中間咧就做一啲政策出嚟，搭個台出嚟，令到私人企業咧可以原來做呢樣嘢都係賺錢嘅喎，即係你要改變嗰個有雞有蛋先個問題。咁當然都唔可以全部都改變晒，就算政府做到個政策，攞咗資源出嚟，私人企業都未必完全有足夠嘅私人企業肯入嚟嘅。咁但係都唔緊要，我哋咪做一啲先咯就做一啲，睇下有幾多就做幾多，然後下一個5年規劃，我哋可以再吸收今次嘅經驗，再去做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大家知道咧即係雖然香港以前係做即係自由經濟咧、自由發展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回歸咗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幫即係國家安全啊、幫國家任務即係呢樣嘢去配合嘅，我哋要需要做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你純粹靠私人企業咧，佢未必可以即係因為私人企業一定係利潤行先嘅。咁所以香港特區政府最重要做就係點樣可以解決呢個 market failure 嘅問題，點樣解決市場失敗、有雞有蛋先嘅問題咁要做嘅要盡量做，但係亦都唔可以有硬指標，你唔可以話我哋一定要知呢啲增長幾多，我哋個通脹係幾多，因為呢啲嘢政府控制唔到即係私人係咪配合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咁所以有啲方向性嘅指標啦然後硬指標咧就最好盡量避免，因為國家你寫得落去咧係一定要達標嘅。你有冇90%嘅信心可以達到標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冇乜信心達到標咧，我覺得就硬指標嘅嘢約束性嘅嘢係唔可以寫落去嘅如果唔係就變咗好難睇啦。即係你見到5年之後原來你1、2、3、4、5、7 10項有7項達唔到標嘅咁呢樣嘢就未必可以即係向世界公佈出嚟啦。即係原來香港做咗一個5年規劃，原來大部分達唔到標嘅喎。咁所以最好係避免一啲約束性嘅指標，但係你方向性咧譬如你話我哋要幫國家做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咁呢個你可以由0到有噶嘛。原本你係0噶嘛，原本你係冇國際科技人才，原本你係冇啲產業園，咁之後你一定有噶嘛。有幾多就一定係好過以前0啦。咁但係你可以再增加噶嘛之後咁所以有個方向性嘅有一個就唔好有個約束性嘅指標。咁所以大家對呢個15規劃覺得係應該持一個即係香港5年規劃咧，應該持一個開放嘅態度
即係唔係話一定香港要做呢樣做嗰樣，一定要同國家審規係完全一樣。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喺短時間嚟講，亦都冇乜可能，亦都唔係一個合理嘅一個要求。香港要達到一個任何數字一個指標，但係香港係喺好多情況之下咧，我哋以前冇方向啊，咁啊亦都冇即係即係國家好多支持啦，咁所以我哋我覺得有一個義務去做呢一個，亦都有個責任去做呢個即係規劃。咁但係我哋規劃嗰陣時要小心啦，同埋要解決市場失效嘅問題啦，同埋盡量避免約束性指標，多啲一啲方向性嘅指標啊。